這個天下只能姓朱，不能姓爱新觉罗。玄烨小儿，你终于赶来见老夫了。鳌拜，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天，想明白了吗？可有悔恨之心？老夫当然有罪。老夫这第一罪，当年不该冒死从乱军中救回太宗皇帝。老夫第二罪，不该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为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这片江山。老夫第三罪，不该对先帝于众尽心尽力地辅佐你这個黃毛小兒。老夫第四罪，明知你翅膀硬了，要來誅殺老臣了，要獨攬大權了，老夫未能先下手為強，除掉你這個昏君。事到如今，你還睡在幾十年前的功勞簿上，絲毫沒有反省。你圈地害民，黨同伐異，欺君罔上，弄權誤國之罪。要不是你當年救過太宗皇帝，要不是你為大清朝立過那麼大的軍功，朕就算砍你腦袋100遍都不為過。老夫現在是做了階下囚，這一生的功過隨你紅口白牙怎麼說。但是玄烨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以為你除掉了老夫，你的皇位就能夠坐穩了。在你身邊潛伏着2條毒蛇，他們隨時都會要了你的命。你說的什麼意思？朕不明白。那老夫就告訴你，你以為李建清和李歡兄妹2人是真心對你效忠的嗎？他們實際上是在挑起你我君臣之間內鬥，居心叵測。他們幫助你擒拿住老夫，只是為了騙取你的信任罷了。在你未動手之前，那個李建清就來找過老夫，把你的計劃悄悄地告訴了老夫。老夫只是一時拖大，以為就憑你訓練的那幾個會摔跤的少年，怎麼能拿下老夫這大清第一勇士呢？也沒料到那李氏兄妹2人居然會反水，這才讓你僥倖的險勝了。皇上，鳌拜這會兒也許說的是實情，難怪他事先就服下了解藥。你讓李公公賜給他的毒茶也失去了效力，也許真的是有奸細給他透露了風聲。这铜匣果然是真的。欢妹，你太厲害了，這麼艱巨的任務居然被你完成了。是誰啊？平時老說我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的，現在知道誇我了？歡妹，我是你大師兄，又是你未來的夫君，你做對了，自然該表揚；做錯了的，自然該批評。站直了，不管是表揚還是批評，我都是為了你好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從小到大就這麼幾句，我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。歡妹，我發現進宮以後，你越來越討厭我了。鳌拜，你以為朕會中了你的挑撥離間之計嗎？是，皇上，鳌拜也許死到臨頭了，還要這樣搞挑撥離間的小動作。挑撥離間，玄烨，你這個無知的小兒！老夫雖然是你的眼中釘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8旗子弟，你我之間的君臣內鬥，毀不了大清的根基。而那個李氏兄妹，他們不一樣，他們來歷不明，行為詭異，說不定就是那前明的餘孽。是，你鳌拜是滿族，李氏兄妹是漢族，可是拿匕首刺向朕的是你鳌拜，而挺身而出替朕擋刀的是李歡。若非李氏兄妹反戈一擊，只怕你和朕的位置現在就一敵而處了吧。
所以朕明白，你恨李氏兄妹，你巴不得置他们于死地。朕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玄烨小儿，你果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。你被那李易欢的美色所迷惑，你被李氏兄妹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们这些八旗子弟打下来的江山，终将毁在你的手上。老夫倒要看一看你有何脸面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！你住口！朕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听任你摆布的傀儡了。你要是再在朕的面前出言不敬，朕就让你的血溅在朕的龙袍之上！来吧，老夫这一生都在为大清卖命，没想到爱新觉罗家族竟然出了你这么个既阴险又愚蠢的懦夫！玄烨，你打开牢门，来与老夫1对1的决斗！来呀！如今康熙正在大力清除鳌拜余党，整个京城都人心惶惶。如果把这铜匣和易欢得来的珠宝全部运出宫去，放在慈航药铺反而不安全，不如就继续放在这个永乐斋吧。师父说的是，毕竟眼下这永乐斋还是安全的。等大师傅离京之时，咱们再把这铜匣悄悄带出宫去，让大师傅带走。不行，铜匣不能放在永乐斋，欢妹也不能继续留在紫禁城里。既然找到了铜匣，我们赶緊撤離吧。我們現在就撤離啊？怎麼，你還想繼續留在宮裡？你忘了和你一同進宮，被刺死的那3個秀女了嗎？忘了那些僅僅因為看到你打了康熙一巴掌，就被賜鴆9的宮人了嗎？好吧，朱哥哥，我聽你的。那六師傅、學姐姐，我們一起撤吧。大膽，鳌拜，你這個狗奴才，死到臨頭了，還敢對皇上大不敬！你以為你真的是什麼大清的第一勇士嗎？我告訴你，那只不過是因為你大權在握的時候，別人對你不得已的奉承而已。你想動手是吧？來呀，我索額圖陪你練練。索圖，若是你阿瑪還活着，那老夫說不定還賣他幾分薄命。就你現在這麼個鬼模樣，你還不配和老夫交手，你滾一邊去！哼，鳌拜，在皇上面前，我不與你乘着口舌之快。且不說我們兩家的恩怨如何，就是你現在這樣在軍前失儀，也是不可饒恕的大罪。我告訴你，你死到臨頭了！你可真會拍皇上的馬屁，可笑！你阿瑪索尼與老夫一輩子為敵，但老夫敬他是條漢子。可是我沒想到，他怎麼就生出你這麼個沒出息的小兔崽子呢？鳌拜，哪怕你是個勇士，像你這樣的莽夫，也只配做愛新覺羅氏的鷹犬。朕乃天子，治國安邦才應該是朕擅長的。你那些技擊之術，都是雕蟲小技。朕縱然不如你，又有何妨？把他看好了，別讓他自盡。你這個懦夫蠢貨！你回來！你寧肯相信居心叵測的李氏兄妹，也不肯相信老夫這3朝老臣！你回來！我要見太皇太后！我要見太皇太后！回來！不行，我們現在還不能撤。第一，默笙和倩影他們還沒有找到1號金鑰匙，萬一那把金鑰匙就在這皇宮當中呢？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鳌拜到底有沒有在明珠谷安插奸細？這個奸細到底是誰？我們一定要查個清楚。大師兄，要不這樣吧，你跟易歡先撤吧，我和六師傅繼續留在宮中，剩下的任務就交給我們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怎麼能把你們兩個留在宮裡呢？我們要共同進退。太子，如今康熙對你和易歡極為信任，想要查出明珠谷中的奸細到底是誰，你們比我和傾城的機會大很多。眼下的確還不是撤離的時候。六師傅，
是我思虑不周，我只想着让奕欢赶紧離開康熙，以免受他蛊惑。一時情急，居然把查奸細這等大事拋在腦後了。太子，你平常行事的確很冷靜，但是有些事情牽扯到奕歡的時候，就很容易衝動。義父，你還是盡快跟叔父相認吧，說不定叔父知道鳌拜潛藏在明珠谷的奸細是誰。也只好如此了。不過，不管結果如何，这件事情你都不要告訴奕歡，更不要告訴傾城，還有你六師父。義父，其實傾城和六師父跟奕歡真的不一樣，他們的嘴巴都很緊。我不是不信任你六師父，只是我身為大明義士聯盟的盟主，卻有一個在清廷皇宮任大內總管的親弟弟。這件事情如果傳了出去，我又有何面目去見聯盟的同仁呢？徒兒明白了，但願叔父顧念骨肉親情，能投靠咱們聯盟，做咱們的內應。我總是覺得有點不太可能，但願吧。但願我李氏的列祖列宗能夠庇佑，保佑我這個弟弟能夠棄暗投明。传家，你现在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是在哪儿听过一样。这个曲子是我家鄉的小調，名字叫做《憶親人》。憶親人？我只是覺得這個曲子這個旋律有點耳熟，什麼名字我倒是記不得。這首曲子是我老爹在世的時候最喜歡吹的，我的弟弟也特別愛聽。這個曲子我小的時候也特別愛聽，只是有好多年沒有聽到了，現在也忘得差不多了。真沒想到今兒在這兒聽到了。客官莫非也是陝西榆林人士？沒錯。那你可記得皂角村中有一戶姓李的農家，那戶人家有一對孿生兄弟，哥哥叫李德祿，弟弟叫李德福。你是？
是你的哥哥吗？你还活着？你没死。德福。德福，真没想到，哥哥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你。我原本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哥，德福，哥，德福。哎，是树姑娘。索大人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这鳌拜府当中又发现了一间小小的密室，这打不完的解药说不定就藏在里面。可是这些工匠呢，笨手笨脚的打不开那个机关。我想这怎么办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史树姑娘你呀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，但是我去试试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快请吧，走。大哥可成家了，嫂子可贤惠，有几个子女？成家了，有3个孩子，2儿1女。至于你嫂子，她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是啊，这世道原本就不太平，又有几家人能够骨肉相守的？大哥即便如此不幸，也比小弟强多了。当年你引开追兵之后，我就一个人在外四处流浪，到處打听你的下落。后来多尔衮把我抢了去，在他府上做了奴才。几年之后，他见我做事机灵，就把我净了身，送到皇太极身邊伺候。那时候，我本已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却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。小弟啊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。大哥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还能認我這個哥哥。我原本以為你現在在紫禁城中是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而我卻是窮困潦倒。我真沒想到，你還能認我。哥，你說的這是什麼話呀？我在這個世界上，就你這麼一個親人了，我怎麼會不認你呢？哥，我如今有了用不完的金山銀山，正愁沒人跟我分享呢。這下好了，你來了，哥，你把侄兒侄女都接進京來，我在京城給你買一處大宅院，然後再續幾房妻妾，咱們兄弟好好享受這下半輩子。弟弟啊，你的這番心意，哥哥心領了。但是哥哥這次找你，並不是為了你的錢財。哥，你一定是想謀一個好的差事，對不對？你放心，包在小弟我的身上。1個月之內，我先給你謀個閒職，年內呢，我再找機會，把你外放到一個油水充足的富庶之地，怎麼樣？我也不是為了做官，既不想發財，又不想做官，哥，那你到底想要什麼？只要兄弟能辦得到的，絕對沒問題。德福，你知道哥哥現在是什麼身份嗎？什麼身份？我很久以前已經把名字改了，我不叫李德祿了。那哥哥如今叫什麼？李定國。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世淑姑娘，真是辛苦你了啊！左大人吃。好好，我查看去。
索大人，啊，这箱中没有解药，全是文书信件。没有解药，我看看。纳赛，在。把这2个箱子给我封起来，抬进宫去，呈给皇上。德福，你可愿意跟哥哥一起共干一番大事业，光复我大明王朝？德福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德福，你就心甘情愿地做大清的奴才吗？做大清的奴才怎么了？他中明王朝给过我什么？杀死了我的爹娘，饿死了一整村子的人，害得我们骨肉分离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只能在死尸堆里面抛尸的。后来还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。我辛辛苦苦了30多年，我苦熬了30多年，如今你却让我为朱氏的后人去冒杀头的危险。德福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。我知道，我听说过你李定国，朝廷还以为你战死在云南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还组建了一个什么大明义士联盟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我都不必妄想劝动对方。我只有一句话：你若做回李德禄，那你还是我大哥，我愿与你共享荣华富貴。但你若堅持做你的李定國，那你我就當彼此早在40年前都死了吧。弟弟。哥，我最後問你一句，你是要做李德禄，還是做李定國？我李定國，生是大明的人，死是大明的鬼。他就這麼走了？我還指望着能從他那裡打聽到有關鰲拜內奸的消息。義父，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既然他貪圖榮華富貴，甘為大清走狗，那我就當他40年前就已經死了。現在的他，就只是大內總管李德福，不再是我的弟弟。你們以後行事，一切以我聯盟利益為重，切不要顧及我和他的兄弟之情。他中了鰲拜的大補丸之毒，現如今，鰲拜被關進了天牢，若沒有康熙的手令，誰也不能見他。鰲拜沒有辦法把美曰大補丸之毒的解藥給他。義父，你看，我是否要把徹底解除大補丸之毒的解藥給他呢？不能徹底幫他解毒。你在宮中多次試探他，以他的心機，這次我跟他相認，他多半會懷疑到你。萬一鰲拜供出他來，那他極有可能出賣你跟奕歡，甚至出賣我這個親哥哥，來將功贖罪。那義父的意思是？眼下
只能利用大补丸來控制他。这樣，一來可以保證你跟易歡在宮中的安全，二來，你跟易歡在宮中行事，有他相助，也會便利一些。可他畢竟是您的親弟弟，我跟易歡的叔父，我們這麼做，未免也太……太子，你以為我如此算計，我的心裡就好受嗎？他可是當年我豁出性命去要保護的親弟弟呀！可現在，在國家大義面前，我沒法再顧及兄弟之情。朱慈炫代表朱氏所有人和逝去的列祖列宗，多謝晉王大義。真沒想到，李公公居然是我爹的親弟弟，我的親叔父。是啊，李公公為人圓滑自私，和義父完全是心性相反的兩個人。可是朱哥哥，雖然李公公這個人圓滑自私，但是他是我爹的親弟弟，我的親叔父。他雖然不肯投靠我們，但是他也沒做什麼出賣我們的事情啊。我爹讓咱們拿大補丸的事情去威脅他，我怎麼覺得心裡過意不去呢？其實，我心裡也過意不去。不過既然義父吩咐了，我們也只能執行。有時候想想，我爹也真夠冷血的。他居然親手射殺了我娘，那可是為他生了3個孩子的結髮妻子啊！當時他還射了我一箭，還好我身上有個玉佩，要不然，我早就沒命了。歡妹，你千萬別這麼說，若是讓義父聽到了，他該有多傷心呢？義父也是迫不得已，捨小我取大義，就像古時候捨棄自己的親生兒子而救護趙氏孤兒的義士程嬰。可我從來不覺得程嬰做得對啊，為什麼他的兒子要替趙氏孤兒去死呢？2個孩子的命難道不一樣重要嗎？從小我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我爹總覺得你跟你父皇的命要比我跟我娘的命更重要？越說越不像話了，這就是君臣父子倫理綱常。你記住了，這話千萬不能讓義父聽到。知道了，我這不偷偷跟你一個人說嗎？我知道我說這些話大逆不道，以後不說行了唄。哎，千萬別跟我爹說。你知道就好。歡妹，你記住了，平時再怎麼任性，再怎麼胡言亂語都沒關係，唯有這些有違倫理綱常的話，千萬不能再說了，知道嗎？哦，你怎麼跟龙小弟一樣啊？嚴肅起來讓我心裡特別害怕。不跟你說，我要去找我龍小弟玩了。歡妹，你们都先退下，朕想静一静。这。龙小弟，你也退下吧。今天怎么了？连龙小弟也这麼嚴肅？你說什麼？沒什麼。那奴婢告退了。叔父在這宮裡熬了30多年，才換來看似風光的榮華富貴。而我爹，他為了光復朱明王朝，不惜殺妻滅女，戎馬一生。我這一生啊，可不能像這兄弟2個一樣。朱哥哥，你怎麼在這兒？我在等你回來。你走以後，我心裡總是不安寧，老想着
我刚才是不是把話說重了，讓你不開心了？對啊，我就是不開心了。我逗你的，我哪有那麼小心眼兒啊？一件事情放在心裡憋那麼久。你沒生氣就好。剛才我忘了問你了，今日在敖府可有什麼發現？也沒什麼，不過發現了2箱信件，是鳌拜跟大臣們的往來信件。鳌拜跟大臣的往來信件？嗯。有沒有呈給康熙？這個索額圖一看到吧，重視得不得了，馬上把信件抬到了御書房，交給了龍小弟。啊，這個龍小弟看到信件以後，那個臉色就跟你剛才一模一樣，嚴肅得不得了，讓人害怕。太好了，不就2箱信件嗎？這麼開心幹嘛？環梅，你不明白這2箱信件意味着什麼？鳌拜把持朝政這麼多年，朝中上下誰不趕着巴結？這2箱信件一定牽涉了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康熙如果順藤摸瓜，一一展開追查，那整個清廷勢必會鬧得天翻地覆，人心惶惶。這樣的局面，對我們來說自然是天大的好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過朱哥哥，如果朝廷大亂的話，這對咱們全天下的老百姓真的是件好事嗎？自然是好事。只有把他們趕出山海關去，恢復大明江山，這天下才能太平。哦。难道这是一出鸿门宴？康熙想借此机会对群臣進行大清洗？这個御花園中必定埋伏了大量的兵士，我怎麼沒有聽到半點異常響動？難得今夜月色如此美好，更難得朕能忙裡偷閒，與諸位愛卿一同暢飲賞月。諸位愛卿，一同陪朕共飲一杯吧。謝皇上恩典。朕自8歲登基，至今已逾9載，卻還是第一次如今夜這般，與諸位愛卿一同輕鬆享樂。回想起朕親政前，無論大事小事，處處是鰲拜掣肘。縱然想與諸位愛卿一同飲酒賞月，君臣同樂，卻不可得呀。來了，切入正題了。皇上，奴才恭賀皇上鏟除權奸，重振朝綱。奴才恭賀皇上，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！朕建議邀諸位愛卿前來御花園，除了賞月，還想請諸位愛卿看一出小戲。這2個箱子是朕從鳌拜府上的一個密室中搜得。諸位愛卿猜一猜，這箱子裡
裝的是什么？朱爱卿，这是做什么？这2箱文书今日下午才从鳌拜府中搜得，朕到现在还一封都未曾打开过。这壶里装的是桐油。 他想做什么？今儿个，朕就跟诸位说几句交心提己的话。这些话不适合在朝堂之上说，只适合在这儿对着清风明月说。臣等恭听圣谕。朕知道，在今夜之前，在诸位心中都一直有爱新觉罗有朕，但更有鳌拜。朕不怪你，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诸位若是不明哲保身的话，只怕就像苏克萨哈一样，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。你们委曲求全，也算是为我大清保存了实力，所以朕既往不咎。但自今夜始，诸位心中就只能有爱新觉羅，只能有朕。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你可知道今天哀家一共召见了多少大臣们的诰命夫人吗？这孙儿不知。从上午到下午，这慈宁宫就不得清静了。来看望哀家的这些诰命夫人多达40余人呢。有一些人还有一些要求，都被哀家给回绝了。皇祖母，只怕他们都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借着探望的名义，想打探一下孙儿如何处理从鳌拜府中发现2箱密信之事吧？是啊，这些个人个个都像猴精似的，明明为此事而来，但没有一个就那么開門見山的指出來，而只是旁敲側擊的打聽。所以呢，哀家也就給他們裝個糊塗。皇祖母要是早一點給他們吃上一顆定心丸，也不至於
他们担心害怕一整天呢。哎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心里想什么？皇上和哀家心里像明镜似的。皇上，说实话，哀家以为你最终会选择宽恕他们，但没想到你会用这种火烧密信的方式，让他们的心病一了百了，死心塌地地对皇上臣服。这就要感谢皇祖母平时的教诲了。皇上，你真是长大了。今后只要你在兒女私情上能夠穩重，不亂心智，哀家就放寬心了。什麼？康熙用一把火把那些密信全都給燒了？真沒想到，康熙是這麼可怕的一個對手。鰲拜雖然殘暴，卻是有勇無謀，反倒比康熙好對付。這次我們真的是失策了。朱哥哥，那我們對手這麼強大，要不然咱們放棄算了。不行，對手越是強大，我們越不能屈服。我一定能想到辦法打敗他。這個天下只能姓朱，不能姓愛新覺羅。玄烨，你个无知小兒！老夫雖然是你的眼中釘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八旗子弟。你我之間的君臣矛盾，不會動搖大清的根基。而那個李氏兄妹，他們不一樣，他們來歷不明，行為詭異，說不定就是那反清聯盟的餘孽。